NVIDIA H200晶片終於迎嚟破冰大單，股價又會唔會借住呢個勢再創歷史新高破頂呢？呢單過百億美金嘅交易，究竟係水到渠成，定係一場精心設計嘅政治籌碼？歡迎嚟到宏觀智庫，我係桃花島上嘅小桃。戰爭、能源、科技，每日牽動緊全球市場。睇清大國博弈背後嘅全局，遠比短線升跌重要。等我哋一齊掌握趨勢，宏觀智庫。今日財經界其中一個嘅震撼彈，肯定係中美高層喺北京會面。NVIDIA CEO 黃仁勳最後一刻上咗空軍1號同行，仲成功打破咗 H200晶片幾個月嚟嘅出貨僵局。我哋先回顧翻前因後果。其實早喺今年2月，美國已經修改咗出口政策，開綠燈批咗大約10間中國科技巨頭，好似阿里巴巴、騰訊咁，每間最多可以買75,000張 H200晶片。理論上呢個係一個大解封，但係詭異嘅係，過咗幾個月，其實一塊晶片都未運到去中國。點解會咁呢？因為北京當局之後基於供應鏈安全理由，主動叫停咗國內企業，叫大家先用國產晶片，所以局面就一直僵持。美國肯賣，中國企業想買，但係落唔到單。直到今次國事訪問，Trump 同黃仁勳親自去到北京，將呢批 H200 晶片終於解封。唔少分析都話今次係黃仁勳游說成功，或者係美方喺某啲位讓步，但個底層邏輯可能唔係咁。中國 AI 大模型而家發展得咁快，對於頂級算力嘅需求係非常之迫切。之前已經有報道，中國企業不惜工本咁偷運 NVIDIA 最先進嘅晶片入大陸，佢哋又點會唔想買 H200 晶片呢？其實中方可能一早已經預留咗呢筆錢，亦都清楚知道一定要買呢批晶片嚟到維持喺科技賽道嘅競爭力。過去幾個月嚟嘅按兵不動，更加似係一種地緣政治嘅談判策略。與其2月份一開綠燈就即刻撲埋去買，不如將呢幾十萬塊晶片嘅超級大單扣住先，等到美國總統親自嚟到探訪嘅時候，先順水推舟，將呢份過百億美金嘅單當做一份外交大禮送出去。咁樣做既俾足面美國，等佢哋帶住大單返去交差，同時中方又買到想要嘅算力，甚至可能喺其他貿易條款上換到美方嘅讓步。呢種操作更加似係中國會做嘅佈局，唔知大家又同唔同意呢個睇法呢？咁而家我哋回歸返投資者最關心嘅問題，NVIDIA 今日嘅股價同估值係咪已經一早反映咗呢個好消息呢？黃仁勳之前唔止一次提過，中國嘅 H200 大單係冇計入佢哋嘅財務報表入邊。好，我哋計一計條數先。假設賣足75萬張晶片，潛在收益大概係200幾億美金。但大家唔好唔記得，根據2026年初嘅法案，美國政府對出口中國嘅 AI 晶片係要抽25% 嘅營收關稅，即係話美國政府唔係抽利潤，而係直接喺頂層嘅營收度抽血，一抽就抽走咗50幾億美金。扣除咗關稅同埋成本，呢批單落到 NVIDIA 袋真正嘅實際利潤大概係62億美金，攤均落去每股嘅盈利大概就係多咗2毫半子。華爾街原本預期佢下年嘅 EPS 係8.37，加埋呢2毫半子，即係8.62。以而家230蚊嘅股價嚟到計，修正後嘅 forward PE 大概係26.6，比起之前嘅估算其實只係好咗好少。華爾街嘅資金從來都好誠實，其實早喺今年2月美國話放行嗰陣時，市場上面分析模型好可能已經將呢幾十萬塊晶片嘅收入計埋落去預測市盈率入邊，即係話今日正式宣布落單，對大機構嚟講不過係符合預期，而未必會令到盈利超預期爆升。所以作為一位投資者，如果睇到新聞標題就即刻衝入去高追 NVIDIA， 可能就會承受接火棒嘅風險。真正決定 NVIDIA 下一步估值走向嘅，可能已經唔係呢批 H200 賣唔賣得出，而係未來新一代嘅晶片毛利率可唔可以繼續維持優勢。地緣政治同宏觀經濟一直影響緊每一位投資者嘅財富格局。
當大國博弈進入新一章，呢張晶片大禮究竟係和解嘅開始，定係新一輪暗戰嘅籌碼？世界局勢又會點樣演變？希望喺度可以同各位一齊宏觀致富。最高